台南市一位已经拍过2剂新冠肺炎疫苗14岁女学生，伊伫日前确诊，伫居家隔离期间出现嗽、脑痛、头痛、流鼻水等症状。经过台南市立病院中医部视讯门诊后，家属原本是希望用新冠1号来治疗，但是因为目前的药物供应不足，经过同意，医师依照个人体质为伊开立科学中药，舒缓不适。最近新冠1号很红啊，那像是我们有一些视讯门诊的病人啊，那如果他们刚好挂进来，我们缺货的话，那我们可能就会跟病人讨论说，他们愿不愿意用科学中药，就是直接调理他们目前所有的症状这样子。最近有一个个案啊，他就是也是常见的一些轻冠症状的一些轻症。对，像是一直咳嗽啊、喉咙痛啊、头痛啊、有鼻塞啊，或者是流鼻涕的症状。对，然后跟他讨论之后，他也觉得说服用科学中药很 OK。那他就吃了3天的药之后，也顺利就是从阳转阴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基本上临床上这类的个案也都是蛮多的，所以就是会鼓励患者说，一般的科学中药就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以这位患者症状为例，伫中医的观点是属于风热类型，所以医师采用祛风清热药物，参像是桑叶、薄荷、连翘、黄芩、杏仁等等来改善症状。现在我们用药可能会考虑现在的气候，还会考虑你这个人本身的体质，所以每个人用的药可能会不太一样。像有一些人可能身体会偏湿热，那我们可能利湿的药就会多放一点。那也许清冠它就是不会针对你这个人可能湿热比较重，就放多一点这些药。对，但是我们就是如果你给中医师评估，他可能就会为你量身定做一个你适合你的处方。对，就是一个量身定做的概念这样子。老医师表示，确诊者会当持家己的烧伤穴，这个位置是伫咧双手拇指外沿的指甲边仔1公分处，会当用指甲持30秒，放松一个，搁继续持，会当舒缓脑痛症状。另外，确诊后遗症常常有疲劳、注意力不足、喘气、头痛、操烦、困眠障碍等症状，嘛会当透过中医调理，让身体恢复机能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